来看新北市沙尘暴的警方，昨暝接到民众通报，讲疑似有妨害自由的案件。警方是一路来约车，约到永和，结果迄个车是企图要来冲撞到警车。警方马上对空中开枪来警告，刷落去是卡破到车窗，甲人压制逮捕。车顶三女一男，其中这个驾驶的女朋友可能是身体无爽快。 第一站失去着呼吸心跳，这警方赶紧甲送病院。啊嘛，伫车顶超出着毒品，无排除这4个人拢有食毒，拢总甲因移送法办。警方乌多摆放咧大声喊驾驶落车，不过伊就是唔落，一直到警方对天开枪，才甲驾驶救出来，压在伫涂骹。 同一时间，支援的警力赶到位，随提出棍仔敲破车窗，因才乖乖就范。车顶3个查某，1个查甫拢互救出来压伫涂骹，不过1个查某人身躯煞一直掉，原警看状况无对同，随甲送病院。没有，跟我老婆跑了。警方对立伫昨暗时8点外，永和绿华夜车头前惊动附近民众。警方几分钟前接到通报，敢若有妨害自由。 乌姓嫌犯当时伫咧路边对眼线女朋友起脚动手，民众看到就随报案。乌姓驾驶当时车顶在后部标志有眼线女朋友，原本要先带女朋友去找医生，不过因先到沙尘暴修理车，2个人刷起冤家。民众通报警方用车找人，一路为沙尘暴入到永和的绿华夜市啊。开枪掠人的过程中，李姓后母人洗身送病院，啊那眼线查某人身体无爽快，暂时无喘气心跳。 其中，现场1名女性疑似因过度惊吓或身体不适，当场失去意识，经送医后恢复生命迹象。原警伫咧车顶找到3组安非他命食毒的物件，佮有4粒松氏分弹、开山刀、棍仔等等。车顶的4个人无排除拢有食毒，嘛有可能食毒驶车，今嘛拢总奉上班。 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